呢份由正能量啊，先係逝者喺靈界能夠接收到最寶貴、最有益嘅一啲資糧嚟嘅。如果有啲屋企人啦，佢係真係想幫到逝者嘅，咁喺法科嘅專業入邊呢，有冇邊啲合情合理嘅法係正道嚟嘅呢？嗱，方法咧其實有好多嘅，但核心咧都係屬於嗰種引導，而唔係綁實。首先咧，其實就係一個舉辦一個超度法會啦。透過一啲法師嘅傳神聚氣啊，或者我哋誦經啊，或者念咒啊，跟住一樣嘢去幫助一啲迷失嘅嗰啲咁嘅靈魂啊，去照亮一啲前路。等佢哋咧就解脫痛苦，往生善道。再者咧就係安奉一啲往生嘅6位啦，喺啲公觀啊或者一啲清靜嘅地方啊立呢一啲牌位。等屋企人喺清明啊、中元節啊等等嗰啲時節咧，有個正當嘅一個渠道去表達思念啦，進行祭典啦。咁樣咧，先可以安撫生人嘅一個情感，又唔會騷擾到死者嘅一啲因果。最後咧，亦係最根本嘅，就係修善積福，回向功德。家人啊，透過真誠嘅善行，例如放生啦、幫窮人啦、助人啦，再將呢份功德咧回向俾嗰啲逝者。呢份由至親手足善念轉化出嚟嘅純正能量啊，先係逝者喺靈界能夠接收到最寶貴、最有益嘅一啲資糧嚟嘅。亦都希望啊，所有生人都可以放低執念，用智慧照明心情；所有逝者都可以聽聞正法，用自在解脫輪迴。